粵劇經典《帝女花》由劇作家唐滌生創作於上世紀50年代末，取材自明末長平公主嘅故事，改編自晚清劇作家王薛清嘅同名作品。原作着力褒揚清帝，而唐滌生嘅《帝女花》則係歌頌堅貞同忠孝。1957年6月7日，仙鳳鳴劇團喺香港利舞台戲院首演粵劇《帝女花》。該劇講述明朝末年崇禎皇帝嘅愛女長平公主奉命選婿，同周世顯喺月華殿含章樹下訂立婚盟。點知李自成已經攻破京城，崇禎皇帝為免長平公主被侮辱，就揮劍刺殺公主。長平大難不死，被大臣周忠救走，而崇禎帝就自殺殉國。長平喺周忠個女瑞蘭照顧之下劍傷康復。周忠父子想將長平獻俾清帝，換取高官厚祿。瑞蘭知道後，安排長平假扮尼姑隱居維摩庵，並謊稱長平已經自殺。過咗1年，周世顯喺維摩庵偶遇尼姑打扮嘅長平，公主早就心如止水，只想隱居庵堂。直至周世顯以死相逼，夫妻先重新相認。周忠收到長平未死嘅消息，揾到嚟維摩庵，長平急忙逃避。走之前同周世顯相約半夜喺紫玉山房重聚。周忠一心想用前朝公主換取榮華富貴，而周世顯就假意附和周忠。當晚，周世顯帶住周忠一行人嚟到紫玉山房迎接長平重返宮廷，同周世顯拜堂成婚，以彰顯清帝嘅仁政。長平以為自己被出賣，誓死不從。等眾人退下之後，周世顯同長平袒露心跡。佢假意降清，係為咗換取清朝釋放明朝太子，安葬崇禎皇帝，並提出事成之後夫妻2人以死殉國。長平終於被說服，收好文表，要求清帝先應承條件，再入朝同駙馬成婚。清皇帝當然唔願意啦，但係為咗收買民心，佢仲係假意奉迎。喺長平上朝之後，清帝果然出爾反爾，公主急中生智，大鬧朝堂。清帝投鼠忌器，被迫下令流放太子，厚葬崇禎。最後，長平公主同駙馬周世顯喺拜堂之後，雙雙飲落砒霜毒酒，報國殉情。老兩自細跟隨長輩睇《帝女花》，當時對好多情節都唔理解。如今回望呢部經典粵劇，發覺有好多細節值得回味。比如老兩喺上集視頻提出嘅問題：公主同駙馬喺殉情之前，到底有冇先行夫妻之實？作為一部高雅藝術作品，對男歡女愛呢類嘅場景，固然唔會通過表演咁直白呈現出嚟，更重要嘅係要俾觀眾足夠嘅想象空間。如果你認為公主駙馬堅守童身，共赴黃泉，先可以升華精忠報國嘅主題，咁你喺劇中的確係唔會揾到具體證據去破壞呢種理解。假如你認為公主駙馬係苦命鴛鴦，喺嗰個亂世之中，只有彼此溫泉先可以彌補佢哋人生嘅悲劇，咁樣喺1959年任劍輝、白雪仙主演嘅電影版本，就真係有個小細節可以俾到觀眾想象嘅空間。就係呢段長平公主同意向清朝皇帝收表，一句文房侍候，兩個人挽手上閣樓。同樣嘅情節喺1976年嘅版本，主角2人只係企響原地。我認為少少細節嘅區別就凸顯咗任白版本喺鋪排上更加高明。周世顯喺閣樓除咗等住公主收表之外，仲有冇其他環節呢？見仁見智啦。你覺得結局點樣更加完美，就點樣去想象。老兩喺收集帝女花資料嘅過程中，仲揾到一段龍劍生、梅雪詩嘅視頻。我覺得佢哋兩個穿着便裝嘅形象好端莊亮麗，大家不妨聽下佢哋嘅訪談。呢套係帝女花嚟啦，係啦，姐啊，咁頭先嗰段就香腰，咁除咗香腰，仲有邊段做㗎嘛？除咗香腰之外短啲喎，嚇唔短啊，仲有一場升仙啊。哦，係初開山嗰陣，我都有份做，後尾有一場升仙嘅。哦，除咗香腰，仲有一場升仙啊！哇，呢場升仙而家好難有機會睇喎。有舞蹈啊咁。因為平時你哋而家喺舞台冇做升仙嗰場喎，咁啊認真要留意睇就得啦。